主来到阮清源社，有啥物指教？是安尼啦。这回茶米互恁清源社标着，我知恁一定为着这件代志咧烦恼着。哦，我讲了无唔对哦，伊早知这批茶米有问题啊啦。大师兄，副院长，请继续讲。恁这回标着这草埔地，我想要原价甲恁买倒转来，甲你意思安怎？唔知副院长，你买遮济草埔的茶米，敢有啥物用途？我是想要将这茶米摕来做枕头。人咧讲茶米来做枕头，对身体有真好。我想要开发一条新的这生理路线。副院长，你确实有遐真有生意人的头脑。清源社甘拜下风。受动不起啦！我用茶米来做枕头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发，会当成功，袂当成功，还佫未知数。也毋过我今仔日要来，昆义宴等等的，大家拢是反对。我是想讲，蔡社主为了这批茶米的代志啊，一定足烦恼的。到时呢，嘛是共阮互原谅你咧担，我是不忍心看你安尼。好啦，莫来加好心啦，这条钱我蔡经过了会起啦，袂减买啦。大师兄，遐讲无好。副院长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好，这件代志怎安尼讲定？唔知咱当时要来拍一个买袂起哦。随时拢会用的。要无明仔载好无？我明仔载等你的消息。有事啊？无啥。干嘛咧加好心？大师兄，咱即摆上重要吼，是爱对这会拢家牵水较要紧。原谅啊，你唔好喺区台中假面具骗去，伊专靠咧巴结你，你看无？伊咧巴结我，啊你咧？你是安怎拢要互我安尼操心嘛？你若是有区台中的一半吼，我都毋免遮辛苦啊啦。好啉的。慢走！阿威，阿威！阿母，他是啥物人啦？嘛唔知咧，看起来是一个查某。查某的。咱无厝，嘛无土地，咱已经无所在通去啊啦。这嘛不是咱的厝啦，这是山地啦、放塘啦、到处好险的厝啦。都准做讲咱住在这，无去互野兽咬死，无白死，嘛要去互比你暗的所在人甲害死啦，喂啊！你讲白啊！你讲白啊！你甲我听清楚，我单位红是一个查某囝啦，我无叫你还我土食，但是我要靠家己的气力，开阮家己的土地，住家己的厝，我无爱搁看别人的面色啊啦！因听我的厝，我会搁去，你有才调，过来听，过来听，我会搁去啦，我会搁去啦，我无咧惊你啦，我无咧惊你啦，我无咧惊你啦！你别安尼啦，你别安尼啦！我跟你讲，啊，为长沙走干嘛来？为干嘛来？佮走到阿里赛来，已经无所在通走啊！我袂佮走啊！我袂佮走啊啦！我要甲你起家己厝，我要甲你起家己厝啦！我要甲你起家己厝啦！我无咧惊你啦！我无咧惊你
命了！小主快乐，完掉了。大孙啊，大孙啊，大孙啊，阮姊阿姨吼，我不会听，不会听，不会听了。大孙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我创啥要你管啦？走啦！喂，大孙啊，啊你别对，我甲你来去啦。我唔免人对，走啦！哎。 吴大中又开始信任我，也毋过这个阿某定定甲我作对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来拄掉。错紧啊，错紧！你做人这无路用。 连外头都唔插你，你人生有啥物意义？你可以死死好啦。阿爹啊，阿娘，原谅爹的不好。我小主啊，叫你生的客仔水饮袂死啦！我咧家己啦，走啦！ 啊，你若要死哦，都要找谁人甲你做伴啦？迄个人哦，就叫做廖阿猛啊啦。顶边哦，下药的代志，我已经受到处罚啦。也毋过哦，自头到尾拢是迄廖阿猛咧塞弄啦。你哦应该去找伊算账较对啊。廖阿猛，大孙啊，我嘛真唔甘愿呢。这个倒反凭什么吼变甲大孙仔安尼边悬边大？若有机会哈。 最好是甲做掉，就我知啦，啊，就是找无机会啊。老孙啊，机会来啊，你看。菜头囡啊，对哦。蔡社主，恁娘的廖阿猛，跟我来！哎，蔡社主啊，啊是要去倒位啊？ 恁别想袂开啦，要这个来死啦！要去死！哇，蔡社主啊，你即马是讲啥？我人拢三无涨啦。廖阿猛，想袂到你心肝这弄毒，叫人家下药啊，害我错袂着原谅。这种话是谁讲的啊？恁规年人讲的啦。既然是阮规年的人乌白讲话，那恁小弟啊是规年的大地主，我代表规年啊，叫你跪一个，请你多多记着，莫生气。免。 蔡社主，你唔通这样生气啦，迄是会气歹身体的呢。无安尼啦，小弟带来去一个所在，我保证，你若是去到遐，会甲所有的烦恼甲无欢喜哦，拢放好袂记啊。你免去条仔解决啊啦。蔡社主，你是惊阮甲你害哦？袂啦，你是讲啥啦？蔡社主哪会惊咱甲害？伊是惊个月娘若知吼，伊都有代志，才唔敢去。三公都唔敢去。蔡社主，来，数一嘴啊！这数了后，保证你啊天魂驾雾，过当甲所有无欢喜的代志，拢放互袂记啊！假面的。 哎呀，阿坤啊，我早就讲过啊，蔡社主哦，伊唔敢食啦，伊惊去互五月娘知影哦，伊就搁有代志。哎，三公叫五月娘，起来！富平协议书，是啦，这是我提议的，我是希望咱双方面莫搁冤家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即马这水路的代志，我是希望讲每半个月。 咱分明来轮流管理，啊，搁城中遐生意甲土地，咱为中为大，个人做个人，大家有福同享，有钱通赚，安尼敢唔好？我嘛是有这个感觉。假使讲，咱若继续安尼冤家落去，这件代志绝对无一个圆满的解决。无唔对，昆玉轩甲清源社偏偏拢全是对长山来台湾，
嘛是希望会当踮这个所在落地生根、开花结籽，何必就为着一个小可代志，安尼来争眼你死我活呢？副院长，你这么有度量，我实在会真钦佩你。来，我敬你。我敬你。小姐，你啥做甲花的面画伫咧风吹的顶悬？我咧生气啊！我要互伊试看卖啊！伫咧天顶安尼无依无我的感觉啦。我看吼，这是你的感觉啦。你吼是伫咧想伊吼？啥咧想伊啊？伊这个人心肝哦，是石头做的，铁板拍的啦。明明知影我无想要离开，搁直直叫人走，搁讲啥物顺行。小姐，你莫伫遐摕喙斗啦！你写写句句、思思念念的人，敢有是阿辉？敢若我咧想伊，伊也无咧想我，有啥物路用？你哪会知影伊毋想你啦？伊若是想我，那无来甲我看。伊毋来看你，你使去看伊啊？我则不爱咧，我已经互伊赶走一届啊，我无想要伊赶第二届。啊，毋过好啊啦，你甲我斗3工，我放在天顶。小兰小姐，恁咧放风吹啊？啊，这我上楼啦，我甲你斗3工。你面顶哪会是阿辉？小姐心肝内上需的人就是阿辉啊，甲阿辉哦画伫这风吹顶悬，到时阵你甲伊放伫咧天顶飞，来恁小姐就使看着阿辉啊。恁家己算啦。阿兰，阿兰，是安怎？我斗3工也煞煞去啊！我啥物心情啊？来个来哦，来哦，人客官，既然啊，我甲你带来安尼，既然来，我甲你交代哦，爱体贴听话，唔通惹人生气，知无？啊，紧紧紧紧，来。阿兰，我已经无面见人。我无法度甲你斗3工，真个心无路用，真无路用。但我连你嘛看袂起我，是毋是？我凭什么怪你？你怪，就怪我大家歹命。你真正无怪我。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。你赖我！你为什么相信我？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啥物人会相信我？啊？阿兰，我无骗你，但你这个世界上，我敢相信你一个人。你证明给我看，你证明给我看。我相信就是相信，我唔知要怎证明啊。我你当我面头前，甲衫烫掉。什么？你唔相信我？烫啊！烫啊！你烫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我给你加油吧！加油啊！烫！烫！给！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来哭？你这是讲啥？啊！我是讲，你是毋是想要什么刺激？无你来安尼？你甲我讲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哪会安尼啦？你莫袂讲，你莫袂讲啊！啊，我来
内面吼，嘛四个拢整理好势啦。啊是讲吼，都惊讲唔知影吼，伫当时人搁偷偷来甲恁拆厝。无，你放心啦，事情后壁啊，我拢报伫机关啦。上敢来啊，我就去当作山底掠。啊，迄机关敢有效？我嘛有效。阿莲啊！那是你啦！来，紧甲你来走来遮啦。我今仔无查口，这房仔就为我遮落落来，实在有够恐怖的啦！这是要创啥的啦？这哦，掠歹人用的啦。阿玲啊，安尼你家一个人啊，啊用难嘞。我就是专工哦，要来甲恁讲这项代志啦。是啥物代志啊？我现在去放风吹啦，无说你去破土，大腿又断三十，哪去再会呢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现在去放风吹啦，无说你去破土，大腿又断三十，哪去再会呢？干嘛来在乎我？我讲伊无救我啦。阿辉去的啦，你紧甲我暂时看伊学校最后一面啦。哎呦，要紧的，阿辉啊，你紧含伊去啦。啊，厝遮多。无要紧啦，阿母会说你啦，你紧去啦。阿辉紧拖我倒去啦。你稍等，阿母来，这斧头你留的，爱去，大门窗仔拢爱关好，暗时啊准有啥物动静，千万莫出来，知无？我知啦，你放心，好啦，我随转来吼，我随转来。啊，你嘛爱说你哈。哎，阿伟啊，彦祖，哎，向兰即马有较好无？用人哪有安怎？伊毋是脚断三十，你要无救啊？谁讲的啊？阿玲讲的啊。阿玲。是啦，小姐受伤啊啦。啊？哎呦！向兰，你的脚是安怎？我的手啊，手断三十啦，哦，这疼的。哎，阿玲来讲是你的脚。脚断三十。阿玲。我唔讲手，你来讲是脚啊？啊，我着回头拍到头戆戆，讲唔着脚去啦。什么啊？向兰，啊，这款代志敢会去讲算笑是？你差点把我惊死。你过会管我的死活哦？啊你，好啦，那安尼我就原谅你。这什么叫原谅我？为着要来看你，我放阮老母坐人一山顶，你知无？向兰啊，你为着要饲阿辉，有对你有动心无？啊，你竟然变这款把戏，阿爹险无你惊死，你知无啦？爹，那你紧甲阿辉留伫咱关医院啊，我就袂定着甲你迄件嘛。阿辉啊，你有听到吼？你的意思安怎？郭彦祖，我的意思真早就甲你讲明白，你应该真清楚才对。啊，你兄弟啊人哦，已经是我遮咧做工课啊，恁来当做阵，安尼毋是真好？青湾社对我单位有救命之恩，我这世人可无机会通报答伊，哪有可能徛在恁这边来对付伊？少年一时袂比一时啦。阮即摆已经甲青湾社签和平协议啊，即摆毋是冤家对主啊呢。啊，恁两家玩这么济代，哪有遮简单就签和平协议咧？你若无爱相信，你应该问原因。为一本小簿啊，为一笔数啊，拢记着我对青湾社遮侪年来负担的责任。王刘姐，王刘姐，阿辉，阿辉，啊你哪来？阿姆人嘞？我就临时落山啦，才无带阮阿母来。哦，我听讲军医院甲青湾社要订一个和平协议，是毋？对啊，其实吼，我早就希望这一天会当润草到位。即摆就要感谢区台中，这是伊主动提出来要留步。坐啦。哦。讲万玲姐啊，区台中这个人，你甲信得过？其实吼，拄开始的时阵，我嘛感觉真怀疑。啊，毋过伊是安尼讲啊，条条有理。
所以我就相信伊的诚意。卡叔，你若是真是认为无啥问题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阿辉，我知影你虽然唔肯来清源社，啊，不过你对清源社嘛是真挂心，对无？人讲啊，食人一喙，行人一斗，我单位就是这种人，我唔敢忘稳啦。准来用得着我的时阵，随时我一定来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还是像你安尼较好，你一个人去山顶开垦，远离风尘俗事，自由自在。话是安尼讲无毋对，但是开垦的辛苦，嘛毋是普通人会堪的。范女姐，若无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无用阿辉，啊，等你都喊你来，你若无赶紧，啊无我办一道酒菜，好我来甲你慰劳一下。免的免的，我老阮老母一个去山顶，我袂放心啦。吼，安尼我就摆留你啊，你紧等你吼。后摆我一定带阮老母来，好我甲你赞助吼。后摆。好，再搁讲啦吼。那安尼保重。啊，等者，阿辉，啊，你等者。这送。亏钱。范女姐啊，遮尔贵重的物件我免去收，你留喺家己用啦。这我用袂着啊，也是送你。阿辉，你伫山顶伫咧开垦，可能较有危险，这火请你留喺身躯边啊，吼。那安尼，我就收起来，多谢。一路说你。咱已经啉过几酒啊，即摆用甲咱来入席，副院主，请。皇天在上，桥土在下，我区大中带昆医院全部的人到这入席，从今以后绝对甲清源社化干戈为玉帛。若讲白惨，愿意受我律的干预。社主，他人副院主伊都已经入席啊，你嘛都爱表示诚意，互看。天地为证，我蔡根代表清源社踮遮就抓。如果以后军演若停止干戈，我嘛停止。若有违背誓言，甘愿五马分尸。蔡社主，你即马就抓是五马分尸，声明是有听到无？区院主，你拄则五日界顶嘛袂歹，声明嘛有听到。副院主，既然双方拢已经入席啊，是安怎就搁安尼讲？吴姑娘，歹势歹势，蔡社主，我失言，莫见怪吼。嘿，我都唔相信这区我大中这简单就甲咱讲好。少的唔才会相信。啊，当两家兄弟的面头前，也啉过酒，也酒抓，我相信你唔敢假。咁真正安尼，后盖逐个袂冤家啊？对，大孙啊，一定都爱安尼。从今以后，咱清源社的兄弟，才会当平安过日子啊。好啦，我顶头一切你做主就好啦，我出来一个吼。大孙啊，我娘啊，我今日人真忝啦，有代志另甲讲啦，吼。大孙啊，大孙，蔡紧，你等者。有你是安怎啊？无啦无啦，啊有啥物代志无即摆去讲的啦。你好，各位兄弟，今仔我将和平协议书放伫老社厝的包围里。
卡叔若是清源社的地主，一定都要遵守这个规矩。卡叔讲，若是有啥物人无同意，恁两个即时离开的。好，看起来大家是拢同意要来遵守这份协议啦。阁有一件重要的代志，我要甲你宣布。对今仔开始，清源社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，拢交我蔡社主法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对今仔开始，清源社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务，拢交我蔡社主法度。社主，这是自从我掌管社务以来，所有收入甲支出的账目，每一笔我拢记甲真清楚，请你收下。还佫有，这是仓库甲小房的锁匙，嘛交互你。过几工啊，有一批要对网甲运来绿豆、乌糖甲香菇的货，你都会去你验收。货若收到位了，你才送去咱的米店。大娘啊，这拢你咧管呢？你是社主，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。佮再讲，早晚嘛是都要交互你做，敢毋是啊？原谅。我今仔日哦，实在是足欢喜的啊！师傅，你的用意我了解。你想讲表面上甲清源社和解，私底下再另外想办法，好我修理清源社对无？清源社早晚爱摆在咱的手头，这件代志无问题。我欢喜的毋是这。师傅，阮真紧哦，就要啉你的喜酒。这是安怎讲？我咧想五姑娘应该袂伫清源社留真久。你即摆意思是？我若有那无唔对，就爱恭喜师傅，恭喜师傅早日甲我姑娘娶倒来。阿宝，枉费啊！枉费你踮我身躯边遐尼久，真正了解我心内咧想啥的是阿兰。阿爹，杨兰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心情无好，我要出来行行咧。小姐，是啥互你心情无好？你甲我讲，我修理甲金死死。你俩准你是啥人啊？你凭啥物啊？安尼我有代志。当然啦，你是阿搁咧气阿辉是嘛？阿爹，阿辉，伊敢会不爱插我啊？伊若不爱插你，你就莫插伊啊！我就是无法度嘛。啥物咧无法度啦？你无阿辉，嘛还有阿兰吗？杨兰，阿兰是多一点咧输阿辉啦。阿兰啊，杨兰心情无人教好，你陪去外口行行。小姐。阿兰，你敢会当甲我斗相共？你替我去找阿辉，甲回失嘞。阿兰，拜托你，你甲讲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甲你对遐尔远的所在骗回来，请你莫生气啊，好？阿兰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杨兰，你是区界大小姐，阿兰是未来昆医院的这总管，为了一小可代志去甲伊回失嘞。但非是算啥的？你唔通失去恁两个人的身份呢？我才袂管什么大小姐、什么身份呢，为你即摆阿辉对我来讲是上重要的啦。阿兰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啦，吼！阿兰，歹势，我无法度。阿兰，阿兰，阿兰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无安怎，我拄则讲我无爱去啦。
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替我行一逝好吗？阿辉是用什么撇步，甲你骂甲死死混混去？我嘛唔知影。不管我安怎做，拢比袂过阿辉先。就算我阿辉有天大本事，我嘛要甲伊比。杨兰小姐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证明互你看，毋是我比袂过阿辉，是阿辉根本就比袂过我。到时阵，你才看卖。阿兰。 这样啊。哎，姐啊，姐啊，啊姐嘛，你等下创啥？我离开清源社。啊，离开清源社？这，大孙啊，阿玲啊，我是要安怎做，你请教我转去啦。只要你请教我转去吼，我头路答应你。你是安怎一定爱逼我转去啦？敢讲你无应该转去哦？ 姐啊，你唔通袂记的呢？你甲大孙遐本事是当年老社主做主的呢。阿玲啊，跟我转来啦。我好爱嫌我，我就无简单才决定无爱转去。 我不爱跟你转去啦。月娘啊，姐啊，你无爱有大孙仔面子，啊，不过老社主的面子你嘛爱甲顾呀。老社主，伊对我的恩情，我这世人我是还袂完啊。我后世人才阁还伊，反正我是无可能甲大孙仔转去。 为什么？是安怎？你唔就爱讲啊？你敢才想呀？一定都爱我讲出嘴上。对，不管啥物理由，你来讲。姐啊，你心肝内到底是你想啥啦？好，大孙兄，你若真是爱我讲，我就讲互你听。除非你用去先答应我，你敢有法度甲清源社甲伊换回好？ 互清源社会当好啊发展，你若做会到，我才答应转去啊。月娘啊，清源社一切拢你咧发怒，我无法度啦。你袂晓，那安尼我嘛无法度啊。你身为一个清源社的社主，连这款代志你都唔敢答应我，你是有啥物资格想要甲人娶某？清源社甲军艺宴，伫咧柑仔栏拢是有头有面的，是安怎人军艺宴互伊区台中花雅安尼遮尔有发展？ 地主愈来愈多，啊你咧，清源社想你换到变什么款？好啊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是安怎人军艺宴互伊区台中花雅安尼遮尔有发展？地主愈来愈多，啊你咧？ 清源社想你换到变什么款？好啊！你莫开钱嘛区台中，学钱嘛区台中啦，区台中恁啥人？莫怪阿人破坏咱的婚事，你搁替伊咧求情。我知影，原来你的心肝底敢有区台中尔嘛？哎，大孙啊，大孙啊，姐啊！ 阿
这是倒位？你这个欠什么无？无爱哦。阿平啊，阿爸啦，我来管错车主。好慢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我这是啉茶所在咧。你要找恁社主，哪走来这找啦？恁来去酒楼有阮味的所在。大叔呀，我咧感觉人找透头找无你的人，你今仔走来比你咧食？你也甲人咧食鸦片？你惨啊你惨啊你！啥物代志大惨？大叔呀，这是拄仔冤告的货啦，你也来验收签字啦。提早啦，我等下斗下就好。啊，不过每一间米店拢咧等这货呢，你若无来验收签字，你哪会用的啦？来，甲社主插起来买头，是，紧。你创啥走啦，大叔呀！先来验货较要紧，真重要啦。无定啊，都我你甲我讲，带转。大叔呀，无来签名就袂解决的你啦。啊，你你若搁踮遮，我一日一头甲敲破。你敢唔走？你敢唔走？阿南，我听笑歌讲你点尾会分盘，我阁唔敢相信。你为啥唔敢相信？因为我只是想袂到你阁来这种所在看我。我唔是来看你的。千元社的蔡金蔡社主，你知影无？我有听人讲过，你最近定定来这食鸦片，啊，毋过你毋捌点过任何姑娘的分盘。我就是来替蔡社主来点你的分盘。什么？蔡社主啊，即马人伫房间内底，我爱你，该人好欢喜，该安搭甲好势好势。我要互伊，连家己生下都唔知影。阿兰，你安尼伤过分啊！我唔知你咧讲啥。阿兰，我知影我的清白已经去用糟蹋，不过迄是不得已，迄是去用逼的。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，不过这并无表示我甘愿你叫人来甲我糟蹋。我安尼做有我的理由，你若感觉有委屈，安尼就准许。阿兰，你讲你有你的理由，要我去红台蔡社主？无唔对，也毋过，我即摆无法度甲你讲是啥物理由。好啦，我是莫为难你，我另外找一个方法就好啊，吼。好，我去。你要我安怎做？我问你，你免阁管啊！你若阁继续管落去，有你伫遐大孙兄靠，伊一定袂振作起来。安尼对清源社甲大孙兄拢唔好。我袂用阁软心啊！我袂阁软心。姐啊，紧，甲我看头壳有正气无啦？等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就大孙仔甲我讲的啊，大孙仔伊哦。好啊，我甲你讲过啊，我无爱阁听啦。嘿，大孙仔即摆人伫什么所在，你知影无？我管伊袂着，我嘛无想要管，我无爱听你听无哟。你无听袂用的啦，我一定要甲你讲啦，大孙仔即摆人哦。好啊，我有甲你讲过啊，我无想要听到蔡金甲清源社。安尼敢袂用的咯？你莫讲啊啦！是啊，你一定要对清源社怎会用的啦？我啥物都爱等去清源社，你遐会等因？好啊，你若遐会等去清源社，无你等伊啊？是啊，你等去，是啊，你去。是啊，你莫甲我讲，你去啦！你莫甲我讲。是啊，你莫讲啦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袂用咱的心的，我一定袂用回头，我绝对袂用等伊，我袂用等伊。我叫你走，你无听上，你是安怎？管家姐啊，这拄来，你又随便叫我走？哎，香兰，歹势啦，我来真是阮阿万啊，所以，来，入来坐啦。管家姐啊，今仔日我毋是一个人来呢，你好看卖啊，谁来啊？元娘，你来要创啥？我毋是要来甲你添麻烦的啦。物件摕入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阿爹知影你拄赶转来，所以特别传一个食的用的物件要互你。是啦，我是想讲你拄则搬来，一定欠足侪物件，我传咗日用品来。无讲不受咯，我本来想互你破费。元娘，咱是朋友呢，你哪着遐尼客气啦？啊，毋过，管家姐，你放心啦，我阿爹袂互你为难。是啦，我是惊讲哦，人后壁讲你的闲话，所以这段时间哦，我恐惊袂来看你。要不过你若有啥物需要，你随时甲我通知，我会叫人送物件来。你，我想阿爹的查某囝，啊，过为什么阮两个人的命运差遐尔济？小姐，你是伫咧讲啥？你看阿爹甲管娘姊啊，因两个人的情形，煞比我甲阿辉搁较好。阿辉是安怎？阿辉，我感觉阿辉伤无情啊。小姐，你安尼讲真无公平呢。其实阿辉对你嘛真有情啊。若是安尼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拢无？小姐，其实算起来，嘛算你的唔对啊。上强你要讲遐大赔偿，骗伊落山。我嘛知影无应该甲骗，我嘛知影是我唔对。啊，不过伊即摆人也无伫咧遮，我是要安怎甲回息的啊？阿玲，你看伊像？阿辉，阿辉，啥啦？阿辉，我知影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甲你骗。啊，不过我唔是犯啥物天条，你哪来遮歹咯？你我可以如讲，是为了你讲白菜，我要赶来看你，嘛袂放阮阿母第一山顶，起码阮阿母无去啊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